怎么了，月儿？孩子，孩子在动，他在动。快坐下歇歇。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，我实实在在感觉到他在动。孩子听见了，他是最有灵性的。我不可能不想到大王。有了这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想到孩子的父親？月儿，月儿，好了，月儿。我该怎么办？好了，月儿。哭下去，身子会坏了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你的心意，我也知晓。无论怎样，我心里永遠有一塊地方是留給你的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公子恕罪，大王已在郊外的十里亭備下了酒水，想與公子一敘。大王，黃歇到了。大王，黄公子，你我郢都一別數年，今日咸陽再會，實是令人欣喜。當初寡人曾勸說你到秦國來，你婉言拒絕了。如今你身在秦國，寡人若不盡地主之誼，就讓你悄然離去，豈不有些遺憾？謝大王厚愛。寡人僅備薄酒一杯，略表心意。公子不遠萬里來到秦國，何必離去匆匆？我本是死裡逃生之人，既然死過一回，對人世就有更多的留戀和虧欠。黃歇眼下有些許未盡之事，所以不得不離開秦國。想當年，公子少年才俊，與寡人在郢都驛館暢談天下，恍若昨日。如今能見故人，甚好。寡人承攬天下英才，公子何不留在秦國，與寡人共謀天下？我已離家鄉多日，
當早日返回家鄉，與親人團聚。好男兒志在四方，求田問舍，其英雄所為。屈夫子在楚國召我返鄉，弟子師師，敬同於父，所以我應當在屈夫子門下侍奉，怎敢效法天下英雄？如此，當真可惜了。公子请。都这个时辰了，那邊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啊？王後，要不奴婢再讓珍珠去打探一下，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。姑姑不用去了，去也無用。王後此話何意？芈月，她不會走了。為什麼不走？這個我也不知，但我猜想，她不會走。芈月沒有道理不走啊，她跟黃歇情投意合，不是發誓要白頭偕老嗎？黃歇為了她棄官逃婚，她為了黃歇假意給王後當應試，黃歇為了救她險些喪命，她為了給黃歇報仇才進的秦宮。如今王后千方百計要成全，水到渠成，她怎麼反而不走了？我也曾和姑姑想的一樣，可惜歲月如斯，物是人非。這些年經歷了這些事，就算黃歇還是過去的黃歇，芈月已經不是過去的芈月了，是我想錯了。這麼說，他想要的已經不是他當初想要的東西，更不是他該得的東西。姑姑不要說了，這是命。我不認，我不認這個命。公子或許已經聽說，諸國在公孫衍挑唆下，